圣殿里，让我们得以开口来赞美，拍手赞美，跳舞赞美，弹琴赞美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蒙喜悦，愿这赞美的声音你都听见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你荣耀在这里，君王就
路上的帮助，人生中随时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